周宇，出发反应有点慢啊，游的倒还挺不错的。要不要把我的歌单介绍给你啊？你别得意，我跟你差了没多少。真的吗？顾林，采访时间要到了，我们快走吧。啊，好，我们走吧，走吧，走吧。周瑜这么差的起跳，还能追到第2名，太不容易了。是啊，高峰这孩子心态是个大问题，如果他能把这个问题克服了，打败王继飞真的不成问题。我觉得高峰啊，你还是要多鼓励鼓励他，不能批评的太多，要不然会适得其反的。是啊，内心太脆弱。走吧。上。王继飞爆发力太强了，你看第1程就已经遥遥领先了。照这样看来，我要是技巧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也赢不了他。看什么呢？教练，行了，都不要垂头丧气了。输了，代表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不管怎么样，你们这次表现非常不错，值得鼓励，啊！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尽快改正，少胡思乱想，多思考一下怎么打败对手。啊，峰哥，周瑜，行吧，你们4个好好聊聊吧，以后好好努力啊！教练再见。教练拜拜。哎，凭你们俩这个成绩啊，会进国家队的试训吧？嗯。哇，那你们以后别忘了我。怎么了？看你们表情好像很不开心啊。肯定是舍不得我们。是，最舍不得的就是你。嘿嘿，没事儿，我跟浩哥，我们永远在这等你们。啊，呸！我跟浩哥会去国家队找你们。行。哎，走。老顾老梁，老梁，想不到今天还藏了秘密武器呀！你说周瑜吗？对，就是那小子。那还不是输给你的王继飞了？哎，今天险胜而已。不过现在我倒是蛮期待后天的接力赛。好，你们先聊，我先走了。等我们的2个好苗子成长起来了，灭掉王继飞，看我还怎么嘚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肩还疼吗？好多了，基本恢复了。做些康复训练就好了，注意休息，动作千万不要过大。好。我帮你选些药。接下来的接力赛，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有12分的把握，我觉得队里可以相信我。那这400米的表现你怎么看？我只是准备活动没有做开，然后游的时候抻了一下，只是一个失误，我之后会注意的。
你也知道，接下来的接力赛队里比较重视，咱们不能打没把握的仗，所以你有十足的把握吗？有，我可以的。谁先把这个填上？好。5号，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不行，告诉我。很难说。这么严重？那，要不然换沈亮5号怎么办？高峰，梁教练，啊，吃饭去吧。啊，是这样的，高峰，有个事情，我要提前跟你沟通一下。怎么了？是这样的，5号因为最近肩伤复发，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教练组决定对你们接力队人员做出一些调整。梁教练，您该不会是要换掉5号吧？我们需要 B 方案，接力队也需要储备队员。沈亮的成绩你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最近状态很稳定。那有什么用啊？我们一直和5号一起训练，我们是最熟悉彼此的。而且我觉得他的肩伤如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啊。是啊，我当然希望5号能上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学校肯定会觉得我们偏袒5号。接力队还是需要一个良性竞争，谁行谁就上。哎，这样，接下来几天训练，你们带上沈亮，跟他一起好好磨合磨合，找找默契感，啊？走吧，吃饭去。竞技体育残酷之处在于，每一个运动员都会迎来自己的黄昏，并且永远没有恩基重来的机会。实力永远是衡量一个运动员的终极标准。5号表面上很平静，但我想，他一定是自己和自己斗争了很久，应该是很煎熬，很难受吧。作为一个运动员，最痛心的便是失去比赛的机会。5号作为我们的好队友、好搭档，我们也为他感到惋惜、不安且失落。周宇啊，好队。是怎么了？没胃口啊？有一点。其实跟王继飞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比赛，这样的成绩不丢人。你们已经表现得很好了，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但是要知耻而后勇，要把这种情绪放在未来的训练当中。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得跟你们宣布一下。您说。5号的肩伤你们也知道，
所以后天的那个接力赛，5号就不参加了，换沈亮。沈亮，不是认真的吗？认真的，已经跟5号谈过了。郝领队，这浩哥就因为一次比赛的失利，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我也没办法。作为领队，我考虑你们的成绩之外，我还要考虑你们的身体状况。成绩是一时的，身体是一辈子的。所以接下来要打好配合，卸下包袱。这件事情已经这么定了，就不要多想了，好好休息，好好训练。就这样吧。我们先去看看5号吧。浩哥现在肯定贼难受。你觉得呢，周云？哎，饭都没吃啊？哎，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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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房卡吗？快，赶紧！我也住这个房间。5号，快点！浩哥，5号，哎，人呢？哎，你干嘛去了？你们3个怎么了？这么瞎？干嘛呀？怎么了？没事啊。吓死人了！你叫啥呀？我被水烫了一下，怎么了？5号，系列赛的事你千万别放在心上。领队事情让你先好好。这有什么的？这事儿我已经想通了。你真想通了？真想通了。咱们几个以后在一起比赛的机会多的是，不在乎1次2次的，对吧？对，浩哥，你能这么想，真的太好了。我们仨刚刚在外边，就安慰你的话都想好了，我差点都记在我那小本子上了。我5号还需要你们安慰吗？你们3个后面给我好好比，谁比得不好谁请我吃饭。好，来，加油！行，来，加油！来啊，周瑜，快来！好，来，1、2、3，加油！少吃油炸的，多吃点这个。比赛之前多吃点肉、蛋白质，知道吗？多吃青菜也不错。多点肉，多补点蔬菜，这个不容易。你先买的吗？差不多吧，还行，你这好多了。到时候看你发挥了啊。哎，你们觉得我今天游的怎么样？怎么说呢？我觉得哎，周远，他们怎么都走了？可能吃完了吧？你说，要不给我们4人接力队取个名字吧？我吃饱了。啊，取名字，我懒得想，你想吧。要不就叫勇队神奇4少，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吧，你觉得呢？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觉得还不错。补补。哎，你说5号真像他说的那样，不在意这次接力赛换人吗？我觉得他就是想让我们好好比赛，不想让我们担心。是，希望他的肩膀能早点好，我们也都能取得好成绩吧。那我先去洗澡了。
哎呀，浩哥，我睡了，太困了。晚安。晚安。安静一下，我来说两句。截止到目前为止，大家的表现都非常不错。下午是决赛，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我希望大家能够保留好体力，在下午的决赛中放手一搏。没问题，教练，我一定全力以赴。好。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啊，铃声选手王继飞表现非常突出，这个还只是他真正实力有所保留的表现，在后面的决赛里，他势必会更加强大。所以，高峰，我要特别提醒你，在决赛的前期，尽量不要用力过猛，争取在后半程咬住王继飞，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决赛中赢下他。明白。高峰，王继飞的爆发力是很强，但他不是没有弱点。你只要死死地咬住他，让他失去信心，战胜他不是没有可能。知道了，教练。周宇，我相信你，下次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起发。不要有负担，啊，放松放松。好了，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我听不见。有。吃饭。记得我跟你说的方法。来一杯。以王继飞的个性，他一定喜欢在前期打出个优势，保持一个领先的状态。所以我猜测王继飞应该是在第1棒。老谷，我不这么认为。王继飞个性张扬，太过自负。如果我是刘海波，我就会把他放在最后1棒。如果他们队在比赛前期处于劣势，这样会给王继飞带来一定压力。会把王继飞的爆发力激发出来，争取在最后几米反超我们。所以，我们队在比赛前期一定要打出非常大的优势，防止王继飞在最后几米超越我们。我觉得，我们要从他们队伍中的其他选手的心态下手。正当梁教练和谷教练决定最后接力队员顺序的时候，队医便传来了吴昊可以参加比赛的消息。可能上天就是会眷顾像吴昊这样努力拼搏的人，但此时我竟然不知道是应该为吴昊感到开心，还是为沈亮再次出局感到遗憾。刚才队医给吴昊检查了一下伤势。得出了结论，就是吴昊可以继续参加这次接力比赛。所以，你们4个人就按照我们预先排列好的顺序，参加这次接力比赛。那沈亮不是又要被放鸽子了吗？没办法，比赛就是这么残酷。虽然我也认为这次应该给沈亮一次机会，但是
沈亮跟吴昊在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有的，这一点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我们3个也更希望是吴昊，因为我们一起练了这么久，大家也有默契。所以沈亮那边你不用担心，我们教练组会去做他的工作，你就专心参加比赛就可以了啊。行，那我训练去了。来，集合了，说个事儿。吴昊，你也过来。怎么了，教练？刚刚去问过队医，你没有问题，可以上。所以经过决定，由你来。啊，教练，为什么？那我呢？一会儿跟你解释。沈亮他这是？教练，他这都准备好了。已经决定好了，去做准备工作，快去。好。好。沈亮，我知道你有不甘，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对比了一下子你们两个的成绩，他200米自由泳的速度是1分47秒到48秒之间，而你的速度，我不管我的速度是多少，你们之前是选择我的。对，是这样的。但是为了体校整体的成绩，为了集体的荣誉，所以就选择牺牲我。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东方游泳冠军赛接力赛的决赛现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最具有实力的2支队伍走到了最后，他们分别是由周瑜率领的枝江省队和王继飞所在的南湖省队。本场比赛的看点依然是周瑜和王继飞之间的对决，他们都被排在了第1棒。王继飞作为泳坛大魔王，实力自然不用多说，但周瑜作为今年的泳坛黑马，他的表现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好，大家可以看到，枝江省队已经上场，南湖省队也即将上台，看起来状态不错啊。可以看出来，观众都非常激动啊！不知道今天到底花落谁家呢？我也是非常期待本次比赛的结果。今天2队状态都不错啊。枝江省队的吴昊虽然身负肩伤，但他还是上场了，排在了第3棒。老将高峰和小将胡景天分别排在了第4棒和第2棒。好了，比赛马上开始，各位1棒选手都已经站上了跳台。选手们都准备好了，比赛即将开始。Take you mark。比赛开始，周瑜和王继飞开始了在水里的比拼。目前还是王继飞领先。周瑜在奋力追赶。其他选手也是丝毫不让啊！
让我们看看第一个转身。王继飞的速度非常快。浙江队的胡景天即将出发。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表现。小将胡景天今天的发挥也十分在线，并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是的。5号准备上场，大家都能看到5号肩上的蓝色绷带，这似乎已经成为他独有的记号。这可能就是属于运动员的拼搏，也是一种荣光。是的，最担心他的是教练古罗，若不是肩伤复发，5号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5号发挥非常稳定，5号将差距缩小了。5号游得真不错呀！现在我们看到老将高峰准备上场。作为王继飞的老对手，如果他能克服自己的心理问题，他就有可能战胜他从来没有赢过的王继飞，以团队战的形式。高峰目前发挥非常给力，速度非常的快啊！可以看出他已经在全力的拼搏。究竟结果如何呢？最后的冲刺阶段。究竟谁能获得第一呢？哎呀，可惜啊，最后结果还是差了一点，浙江队再次屈居第2，败给了王继飞所在的南湖省队。非常的可惜啊。是啊。哪个运动员不想出成绩？但接力是团体竞技，考验的是协作精神和能力。无论是5号还是沈亮，或是我们其他人，都要根据教练的判断，从集体利益出发，服从安排，团结协作。比赛结果都是团队合作的体现。这次我们就差一点点。0.02的差距没什么的，下次我们就赢回来了。那我要游得再快点，你们也不用这样。还是我没有游好，我要是游得快点，就会好很多。都怪我。哎，你们4个怎么还在这儿呢？梁教练，梁教练，行了，比赛都已经结束了。不用再多想了啊！这个比赛结果，我跟老谷早就预料到了。虽然是输了，但是你们的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你们每个人发挥的都很好，都已经尽力了，不要气馁啊！看见了差距，就知道回去该怎么努力，下次我们再赢回来，不就得了？一会儿上了颁奖台都给我精神着，别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像输不起比赛似的。不要让对手瞧不起我们，听到没有？听到了。知道了。知道了。出发。
哎，老梁老谷，这次我们可是赢得惊险啊！你们的表现呢，也的确让人意外。海波，意外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慢慢的你就觉得这不是意外了。那好，我们拭目以待。老梁，一切皆有可能。好，一起去林家吧。走。梁教练，我爸呢？啊，你爸在组委会办公室。好，走吧。恭喜啊，拿金牌了！你们之江省也还不错，不过银牌更适合你们。哎，拿金牌是你们运气好，下次金牌我们拿。光靠嘴可赢不了我，不过我很期待你们下次的表现。这次比赛，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已经慢慢克服对发令枪的畏惧了。我也越来越有信心，我将会找到自己的节奏，一个越来越紧密的节奏，也会在之后的比赛中打败王继飞，游出更好的成绩。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我们也一定可以。啊，小王，你先忙吧。爸，你觉得这次比赛成绩怎么样？我尽力了。你最后一棒确实拉平了差距。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比邻省队员厉害很多呀？啊？拉平差距应该是2、3棒的事儿，不是最后一棒的事儿。对你这次比赛的表现，我很不满意。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最近在做什么，怎么成绩差成了这样？其实我的速度一直有在进步。进步？你进步1秒，别人进步2秒。高峰，你觉得上赛场也是跟你自己比吗？啊，在省队，那个叫周瑜的运动员成绩比你好，到了国家队，还有王继飞，你觉得你比王继飞游得好吗？我一定会超过王继飞的。哼，你最好能做到。哦，对了，5号是你队友，他的伤怎么样了？他的伤比赛暂时没有问题，还需要多休养。那个周瑜的表现，这次比赛真棒，连老刘都没想到啊！你们省队有人可以跟王继飞持平啊！哎呀，哎，高峰，高峰，这孩子。喂，冰冰。周宇，你现在还忙吗？这几天比赛下来感觉怎么样？还可以，怎么了？就是有件事儿，我在想要不要告诉你。你现在比完赛了吗？不是，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跟你直说吧，就这几天的微博热搜。微博热搜？对啊，你没看微博吗？你们几个又被推上去了，跟上次小岛不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都没看。算了，跟你讲不明白。我就怕你们又接收到网上的那些言论。不说了，我先挂了。不是，哎，喂。什么鬼啊？
那个周瑜的表现，这次比赛真棒，连老刘都没想到，你们省队有人可以跟王继飞持平了。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每次都要拿我和周瑜比较，他就是故意的。你不用为他开脱，我分分钟都想和他断绝父子关系。我真的要不是他生的就好了。不是吧？我见过不会表达的父亲，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沉重的父爱存在的，但绝对不会是像我和我爸这样的。没有，他从来没有对我满意过。他让我觉得我甚至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说现在这些网民，哎呦，我的个天哪，这完全世风日下呀！这是。怎么样，热度高吧？哇，你看，新4大天王，媒体的意思啊，让我们多上直播；领导的意思不仅上直播，还要多拍 vlog。拍什么？拍我老哥？你诚心啊？视频记录。哟，老公。真吵啊！你说弄这些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啊？运动员最要紧的还是要训练出成绩，对吧？我倒不这么认为。现在距离春季锦标赛还有不少时间，接一些商业活动不会影响训练。你看，有思想有高度。领导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要多宣传游泳，这样子喜欢游泳的人多了之后，我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有资源了呀，是吧？对人才的培养是有帮助的。是，那领导都这么说了，那我还能说什么？不过那4个人高峰、吴昊我不担心，那周瑜他会配合吗？还有那胡景天，以他那性子，你让他去搞这些，他还有心情训练吗？你这么能说会道的人，做这点思想工作还难吗？老哥，看你了啊！哎，你等会儿，你把这个倒回去，我再看一下。这次单项赛，王继飞的表现非常好，动作很完美，无论是摆臂的幅度还是速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老虎，你能不能不那么严肃？还逗我？板成一块板砖了。你看把孩子吓的。没拿冠军，当然要严肃起来。不是银牌也是牌。就是，来，下次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好，干！好。
们不是要去直播间吗？我们来这儿干啥？化妆啊。还要化妆啊？化妆好啊，我没啥好化的，给你画好看一点。期待。我也拿。我来跟你们说一下活动的流程。首先会让你们几个做自我介绍，之后我们会采访、提问题。问题啊？问题有答案吗？有答案，那我就直接按答案说。没有答案，采访要回答真实，回答你们的真实感受。那好吧，那好吧，那我就负责帅。哎，对了，等会儿还会问到关于你们对教练的看法，要有个心理准备哦。嗯，好的。行，你们先画着，我先去准备别的事了。好，顾薇姐再见。嗯，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是否有不和现象？没有。既然没有，那我们就不详细问了。队友之间难免有摩擦，这都是正常的。我和周瑜都是老队友了，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在各种不和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回过头来看那些不和，其实都是我们友情的基石。这也太疯狂了！当年咱们也没这样啊。现在也不晚。去吧去吧。行吧，来一起呀，来。
哎呀，还在追吗？我已经没劲儿了。哇，这太吓人了呀！应该没人。哎，不是，那我现在肚子饿了咋办啊？肚子饿啊？吃泡面吧。吃泡面啊？吃泡面呗，只能。我想吃点自己的。哎呦，你以后不会成常态吧？没办法，过了这一阵再说吧。哎，平时也没见那么热情。这算热情了？拿了冠军更热情。对呀。所以我们好好训练，拿冠军，吃吧。我刚准备下班你就来了，恭喜你啊！我看你的比赛特别精彩。谢谢。下一步该拿金牌了吧？那个是我的目标之一。我觉得肯定能完成的。哎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该一起坚持。你一路坚持到现在真的不容易，你真的特别厉害。那你呢？为什么当饲养员？因为简单啊。简单？嗯，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从小就跟他们一起玩。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些时候比跟人在一起轻松很多。你该不会是在说我吧？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我也没办法。哼。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呢，就是给他们清洁一下，然后陪他们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想。那你平时给他们训练花费不少时间吧？嗯，的确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其实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不复杂，只需要用心，就能很好的完成跟他们的沟通。那确实，和人相处没这么简单。看来某人有感而发呀。其实白鲸是群居动物，只要是它们在一起啊，互相照顾，就可以抵御外敌。人也是一样的。我看你们干脆直接把这4人培养成明星得了。这么密集的行程安排和那些商业活动，你觉得他们还有时间还有心思去训练吗？你冲我发什么火？这是领导的安排，宣传的需要。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商业活动跟我们的训练有机的结合起来，不要耽误我们的成绩就行了。开玩笑，不影响？你觉得不会影响吗？就这么密集的安排，他们还有时间训练吗？那你有什么办法？你冲我发什么火呀？你想个好办法呀！这不就完了吗？签个名呗。你也中毒了？你不废话吧？你现在老火了，你不知道？对呀，这你不知道？好着你不识！你不能这么牛逼了，是吧？快签个！好，签。好，来，都有。不是，
梁教练怎么了？被网上人这么说。教练怎么了？哇，这消息正在被疯传。怎么这么说呢？真的假的呀？哎，周瑜。坤坤，怎么回事？怎么了？还装呢，看。这些年关于我的负面新闻还少了吗？我是相信你的。但是他们说你害了一个队员，这事儿好像挺严重的。那不是真的，只要问心无愧，就不用在乎外界那些传闻。喂，哎，郝迪。哦，好，我马上过来。郝迪找我。坤坤。此时的沈亮，情绪也陷入了低谷。机会似乎总是和他擦肩而过，他的心中渐渐产生了一种被排挤、被忽视的感觉，这让他非常难过。他把一腔怨愤都记到了梁教练的头上，看到梁教练被网暴，他居然莫名有些窃喜。其实，每个人在追求目标和成功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而这些困难并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个人能力或者外部因素。良好的心态对于克服这些困难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教练的开朗面对，更让我体会到积极乐观心态的重要。哎，你看看，这不是网上那个梁有光吗？好像还真是，他怎么还敢出来走啊？哎，你看，他就是网上说的那个，做的事情真的很恶劣啊！他就是啊，还在这里悠闲的散步，是吧？你看现在的人呢，真是没良心，真是。这都谁在造谣？梁教练收过谁的贿赂吗？还说他害了一名游泳少年陷入抑郁症。他之前被学校停职，好像就只是因为被误会受贿。但是他导致学生抑郁这件事儿，光光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看上去现在，觉得他是事实的人已经很多了。梁教练得赶紧站出来澄清一下才行啊！给我链接。好。现在舆论呢，形势越来越严重。当年那个事实学院小树的抑郁证明已经在网上疯传了，所以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这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啊，我现在还真想去打听打听，看看这孩子现在到底怎么了。毕竟以前我也教过他游泳，算是认识吧。现在的情况呢，
学校官方账号上都已经被评论淹没了，网民现在非常激动，所以这次想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要不然，你在校内公开就这件事做一个说明。我说明什么啊，郝迪？你让我说明什么呀？当年社会的事儿，说白了，我就是被别人坑了。这事儿你跟校长都清楚啊。光我们知道清楚有什么用啊？我们当然希望造谣生事的人能够绳之以法呀。我们肯定会让学校信息部门的人去查呀，一定把造谣的人抓出来，这一点你尽管放心。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舆论问题，你明白吗？郝迪，你要能这么支持我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啊，加油！哎呀，你呀。来，哎，起，哎，把水擦一下。怎么样，累不累？啊，小鱼，你的努力很可能马上就要得到专业考核了。今天校长找我了，跟我提体校少年泳队推荐名额的事情，我当然最想让你去了。但是你知道吗？体校的考核那是太严格了，所以你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自己准备好。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光光，我这次一定会抓住机会的，一定。我当然相信你了，加油！耶！那时候的我，真不知道。小树现在的抑郁症会不会和当年我参加选拔进少体校的事情有关？如果真是这样，我和光光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嫂子，菜够了，别忙活了。老梁啊，每次有什么烦心事儿，你就来我这儿喝酒。嫂子，最近网上发这个新闻，你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么多年交情，我是相信你的。但是有些事儿旁观者清。你这人又冲动又高傲，当年佩珍跟你闹，你也不懂得稍微跟她周旋一下。你说说，你们这些男人有时候低头道个歉怎么了？非得硬碰硬，最后闹得不欢而散。面对舆论也是一样。上一次你不解释就辞职，你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头，